关心肉粽，嘛来关心青菜。这个青菜价格，这几天真正起到二斤，价格拢是起2倍、3倍。原因是啥物？伫顶礼拜蔡文宏台来时，或者青菜生产的重点，也就是生产地中南部安尼变大雨，豪雨成灾，价格呢有波动。像这藤丝仔菜、小麦菜、甲培玲等等，配合价格拢有起4、5倍。就这家庭主妇去菜市买菜，这感受上深。同款的钱会使买到的菜炒够济，啊有人咧问讲，这个价格什么时阵会回稳？可能要搁等3礼拜。 实际上，菜市场采买炒一盘青江菜的价格呢，上个礼拜还只需要10几块钱，但现在呢却是翻倍涨价。每次来买，可能一下子就没钱了，1000块就都没了，会花比较多。婆婆妈妈上市场拢化艰苦，因为即马比平常时要加开1倍以上，原因就是因为。 一礼拜前，蔡文宏台外围环流，予中南部落大雨，予青菜生产的所在传出灾情。涨很多啊！当然啊，菜烂掉啊，下雨的关系。 落雨了后，青菜含水量真悬，天气虽变甲真烧热，蔬菜搁较有可能会歹去，量少价格就有变化。像藤丝仔菜伫批发市场丰台来进前1公斤只要13块，即卖57.7块。白菜同款的价格直接加4、5倍。即卖市场内底起上济的是培玲啊。起上济菠菜啦，因为菠菜山上运出下来的成本比较高，甚至它的品相漂亮的跟 优德的公鸡就是误差比较大，菜真正有变贵，要登去正常的价格，佫需要时间。育菜的话，大概3个礼拜至1个月。即马拄好是防疫的时间，民众伫厝内煮饭的机会嘛变多。虽然爱加开袂少钱，毋过嘛敢若会使先安尼。